各位老友記，而家我企喺阿維尼翁嘅城門下面，呢座俾羅勒河用溫柔臂彎攬住嘅城市，好似本攤開嘅羊皮絹咁，每一度節奏都收埋咗600年嘅光陰。等我哋放輕啖氣，用腳步量到佢嘅心跳，講反段關於信仰、權力同生活嘅史詩。而家你面前呢座就係教皇宮。700年前，當歐洲嘅宗教權力中心由羅馬搬嚟呢度，阿維尼翁即刻變成世界嘅十字路口。嗰陣時佢宮牆高築，達官貴人雲集，各國使節同招聖者嘅腳印踩平咗每條小巷。呢段教皇客居嘅歷史唔係簡單嘅權力遷徙，而係一個時代嘅精神投射，令呢座南法小鎮突然間擁有超越地域嘅分量，成為中世紀歐洲嘅思想熔爐同文化樞紐。呢度嘅一磚一瓦都喺度講緊，而家你同教皇共享緊同一片天。睇下呢啲牆上面深淺唔一嘅黑痕，就係人類故事嘅腳。從教皇嘅儀仗隊到後來嘅宗教改革浪潮，從戰爭硝煙到和平重建，阿維尼翁嘅歷史唔只有輝煌，仲有跌宕中嘅人性。佢教識我哋，真正嘅永唔係永不褪色，而係喺變遷中始終守住靈魂底色。見到嗰對坐喺十字架下面嘅情侶未？佢哋腳下係巍峨高牆，佢哋正悠閒咁享受阿維尼翁帶俾佢哋嘅寧靜。但呢種行為其實有啲危險，希望大家唔好隨便學佢哋。就喺8年前，海航集團董事長王健就喺附近，想跨過一堵矮牆，唔小心閃親，意外跌落去冧咗。真係要小心自己嘅人身安全啊！阿維尼翁嘅建築係部用石頭寫成嘅無聲史詩，呢度啲屋大多用本地這石色石灰岩砌成，經風吹雨打，表面泛起溫潤包漿，好似老人哋滿布皺紋但依然溫暖嘅面。呢種建築風格冇刻意嘅宏大敘事，卻喺細節度藏住智慧。窄街係為咗擋烈日寒風，厚石牆係為咗儲冬日暖意，連屋頂斜度都計埋地中海陽光角度。佢哋唔係博物館標本，而係活住嘅生命，至今仲庇護住一代又一代居民。如果話建築係阿維尼翁嘅骨架，咁人民就係佢嘅血脈，喺度歷史從未走遠，反而變咗日常呼吸。你睇下呢度行人住休閒衫，好 relax 咁行過大街小巷，冇大城市繁忙，多咗份普羅旺斯午後寧靜。阿維尼翁嘅人民好包容，接受到教皇威嚴，亦擁抱流浪詩人自由，重視宗教神聖，亦中意市集熱鬧。你會見到後生仔喺咖啡館外彈吉他，旋律混住咖啡香飄去街角，冇刻意表現，淨係有真實生活喺度流，好似條平靜卻深邃嘅河，滋養住每個駐足嘅人。而家轉入另一條小巷，喺阿維尼翁街巷穿行，最驚喜莫過於撞到啲街邊小，佢哋唔似現代商鋪咁光猛耀眼，倒似個時光收藏盒，裝滿手作溫度同歲月回憶。行攰咗，坐低食餐飯啦。嚟到呢間阿維尼翁城牆根露天餐廳，我哋對佢哋嘅比薩同海鮮飯早就有命想去試。手搓麵團焗到焦邊，茄汁熬到好結掛住匙羹，馬蘇裏拉芝士拉到出絲絲，咬啖脆皮軟心包住火腿香，陽光就好似跌咗入個口咁。再試呢碗海鮮飯，咪係本地原米吸飽羅勒河口鹹鮮，新鮮撬開嘅生蠔、細蝦，清口喺鑊裏跳，撒把藏紅花，成碟金燦燦好搶眼。暮色漸濃時，去到古城牆邊，睇教皇宮尖塔喺夕陽下變剪影，聽風傳嚟隱約歌聲。嗰一刻忽然醒悟，阿維尼翁魅力唔在於幾多古，而在於令你相信時光可以好慢，慢到聽得見石頭心跳，人心溫度。佢係再容許你浪費時間嘅城市。你可以喺路坐成個下晝，睇店主慢慢抹銅器，喺街角聽老人講舊故仔，就算聽唔明方言，都從佢眼神讀到滄桑。日落登城牆睇夕陽將全城鍍金，然後對自己講，
原來呢個就係永養。阿維尼翁從來唔催任何人，只係靜靜企喺度，好似位見過滄海桑田嘅老友，等你卸低疲憊坐低，聽佢慢慢講信仰、生活同愛嘅故事，而我哋只需做個虔誠客人，帶住敬畏心走入佢時光節奏就已夠。好啦，阿維尼翁故事暫告一段落。如果想知更多旅遊路線同詳細攻略，記住關注我哋，喺評論區留低言。希望每位嚟阿維尼翁嘅朋友都會同我一樣，俾呢度平靜同心碎打動。下期再見。